到咗中年咧，一定要學識一件事，格物致知。今日聽到一個朋友咁樣分享咧，確實好有感觸。你到咗中年之後咧，你總會中意一啲嘢，日日去盤佢、研究佢。譬如話男人中意嘅紫砂壺啦、明清嘅陶瓷啦，甚至乎佢哋手玩嘅，譬如佢哋中意戴嘅琴香或者紫檀，甚至乎翡翠嘅手串。就好似我咧，突然之間揾到咗點解咁多女性到咗中年咧，特別中意請翡翠嘅道理。我哋發現咧，其實好多事業成功嘅朋友咧，佢哋不約而同都會有一個習慣，都會去迷戀一樣嘢。譬如講，好似翡翠咁，點解古時候嘅人中意，而家嘅人同樣中意，同樣都係咁值錢？最大一點咧，佢就可以月記。當我哋每日咁多煩心事嘅時候，返到屋企可以抽一啲啲嘅時間去欣賞、去把玩自己中意嘅物品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令到自己身上嘅多巴胺甚至乎拉菲肽都分泌出嚟。特別係對於我哋中年女性，有咗自己嘅興趣愛好之後呢，我哋就唔會花咁多時間去打麻雀、逛街或者去食大食會，自不然呢，我哋就可以淘汰咗一啲能量比我哋低嘅人。呢種物品俾到你嘅反哺和滋養呢，係可以令到你快速咁樣恢復能量。所以呢，我突然間有個感觸，就係格物係我哋中年女性成熟嘅一個標誌。王陽明提出嘅格物致知呢，係通過內心嘅感悟同埋實踐嘅結合，深入咁去了解事物嘅本質，做到知行合一嘅心靈嘅升華。亦期望人到中年嘅女性可以好好咁樣投資一下自己，做到格物致知，關注錢錢買翡翠唔踩坑。